爱我的天赋，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，不停追寻我，直到我的自由。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盼望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。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你是爱我的天父，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，不停追寻我，直到我的自由。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盼望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。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平安，今天我们一同来攻读上帝的话语，申命记27章1到26节。我们先读1到10节。申命記第27章第1節，摩西甲以色列眾長老命令人民講：恁著遵守我今仔日所吩咐一切誡命。恁過約旦河，去甲上主恁的上帝賞賜恁的地迄日，著採幾塊大石，頂面抹石花，將律法所有的話刻佇大石頂面。恁入去上主恁的上帝賞賜的恁的地，就是伊對恁的列祖所應允老年甲年的地。過約旦河換了後，就照我今仔日的命令，佇以巴路山採遐的石頭，頂面抹石花。佇遐，恁就為上主恁的上帝用石頭去一組祭壇。遐的石頭毋通用鐵的工具拍過，就用無拍過的石頭去上主恁的上帝的壇，佇迄頂面獻燒化祭予伊，嘛佇遐獻平安祭，各佇上主恁的上帝面前歡喜飲食。恁著將即個律法一切的話清清楚楚刻佇遐個石頭。摩西甲利未人做祭司的，閣吩咐以色列眾人講：以色列人著真著注意聽，今仔日恁誠做上主恁的上帝的子民，著聽嘆上主你的上帝的話，遵行我所頒布的上主的誡命甲規律。1到11節，摩西吩咐百姓進入迦南後，要做幾件事情。第一個，立幾塊大石頭。第二，在石頭上面抹上石灰。第三，把律法清清楚楚的寫在上面。第四，同時要築祭壇獻祭，並且要吃喝歡樂。為什麼要寫在石頭上呢？因為神的話不是暫時的，是公開長久，不可以更改的。那為什麼要獻祭和歡樂呢？
那我们知道立约不是只有靠恐惧，服从神不是压迫，而是蒙福的生活方式。再来，摩西对百姓宣告，你们现在是属神的子民，所以要听神的话，要遵行他的旨意。这边也很重要，不是做得好才能成为神的子民，而是已经成为神的子民，所以要顺服神的话。第11节到16节，迄日摩西告吩咐人民讲，恁过约旦河了后，利未人祝福人民的时，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该、约瑟、便雅悯遐的支族，就徛伫基利新山，宣布咒诅的时，路伯、迦得、阿瑟、西布伦、但、拿弗他利遮的支族，就徛伫以巴路山。然后利未人就对以色列众人大声宣布，这座上主所厌恶的神像，无论是雕刻的还是制作的，各互人暗中祭拜，迄个师傅就受咒诅，众人拢就应讲阿们。对父母不孝的就受咒诅，众人拢就讲阿们。17节到26节，以刷厝边的戒指的就受咒诅，众人拢伫讲阿们。互车马的人行毋着路的就受咒诅，众人拢就讲阿们。报带外族人甲孤儿寡妇的权利的就受咒诅，众人拢就讲阿们。甲老爸某做伙困的就受咒诅，因为伊有拍落送因老爸的名称，众人拢就讲阿们。甲动物交合的就受咒诅，众人拢就讲阿们。甲共爸的姊妹还是共母的姊妹做伙困的，迄个人就受咒诅，众人拢就讲阿们。甲丈母做伙困的就受咒诅，众人拢就讲阿们。暗杀厝边的就受咒诅，众人拢就讲阿们。接受毁女害死无辜的人的就受咒诅，众人拢就讲阿们。无切实遵行这律法的话就受咒诅，众人拢就讲阿们。好，11节到26节，利未人在山上对着以色列人宣读咒诅，以色列百姓回答阿们。这12条咒诅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大多都是暗中进行，不容易被别人发现的罪。基督徒不只是要遵守一般法律，更要在平常人前人后人家看不到的地方都要遵守神的旨意，因为神能看见人所看不见的事情。那为什么百姓要回应阿们呢？这边有3个意思。阿们代表是我同意，我承认这是公义的，我愿意承担责任。好，所以申命记27章，神不只是要百姓在山上宣告顺服，也要他们在生活中实践立约的责任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与我们立约，把你的话赐下，求你使我们记住并遵行你的命令，让我们活出属于你子民的生命，行在你的真理中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
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盼望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。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阿爸父，我是尊贵的儿女，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。阿爸父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把所有的咒诅为祝福，我的祝福。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盼望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。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。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。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。